王后！大王！王后！快叫太医！王后不要理睬这等刁妇，他们就是故意来气你的，你气了就是招了他们的道。怀着身孕，凡事要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。我正是为了腹中的胎儿，才更忍不下这口气。我是楚国第一公主，嫁入秦宫为后，楚国兴，我则地位稳固；楚国弱，我则危机重重。那魏延还不是因为看到我王兄被张仪戏弄，丢了土地又兵败，才趁机来羞辱我。如若秦楚真的交恶，我这腹中的孩子也会受到牵连，前途堪忧。玳瑁姑姑，你去把芈月找来。我现在分寸全乱，我想要她给我出点主意。王后也太相信芈月了吧？世人皆知，芈月与那张仪往来甚密，害苦了我们楚国的就是张仪那小人。我不信芈月会眼看着母国衰败。那可说不准。玳瑁姑姑，给我梳妆，我要去见大王。此刻就去吗？此刻就去。一定要去吗？一定要去。姐姐，哎，月儿，你来的正好，与我一同去。姐姐要去哪儿啊？去宣誓殿。姐姐，去不得。为何？姐姐刚见了楚国使臣，就要去宣誓殿。那姐姐是以秦国王后的身份，还是以楚国公主的身份去见大王？自然是秦国王后的身份啊。那姐姐就要去恭贺大王，秦军丹阳大捷，获取汉中。你昏了头了？不是芈月昏头，是姐姐一时气血冲头，打算做绝不可做之事。我虽是秦国王后，但也是出身楚国的嫡公主。两国交恶，母国受到伤害，芈叔更该挺身而出，义不容辞。姐姐诧异，两国相争，姐姐若想说和，就该有适宜的说和之词。若只是一味的偏袒母国一边，会让人以为姐姐嘴上说自己是秦国王后，可行事却还是楚国公主。姐姐是后宫女子，嫁夫随夫，不该贸然干政。大王是我夫君，这事也是我家事，你若怕事，就不要去了。姐姐火急火燎，即便劝谏，也切不可情急。姐姐，姐姐，这次秦军占领了汉中，拔掉了楚国往日插在秦楚之间的楔子，将关中、汉中连成一片，对周边六国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压迫态势。长子，你立下头功，寡人敬你一杯。谢大王。大王宏图在胸，张仪乃是局中一走卒罢了。敬长子，敬长子。王后，大王正在设宴庆贺丹阳大捷。我要见大王，让我进去。如果让王后进大殿，小的担待不起。让我进去。不能进，王后。让我进去。让他进来。臣妾参见大王。王后本该在交房殿安心养胎，贸然来此有何事？臣妾有要紧的话说给大王听。秦楚两国相邻，唇齿相依，双方兵刃相见，实在令人痛惜。眼下战事早已结束，王后用不着为此焦虑。既然战事已罢，难道大王就不想与楚国重修旧好？如何重修旧好？
抚慰并释放俘虏的楚军兵将，归还楚国汉中之地。王后爱乡心切，希望两国交好，就不该让秦国割肉去补楚国的脓疮。秦楚两国交战，楚国出兵在先。如果这次赢家是楚国，难道楚国还会释放我秦军之将领，归还我秦国之土地吗？秦楚交恶都是因为你张仪行事不端，你怎有颜面立于朝堂之上，还说三道四？这里是秦国的朝堂，我张仪拿的是秦国的俸禄，我上对得起秦王，下对得起秦国的庶民，为何没有颜面呢？列强纷争，楚国乃强国之首，我张仪不去谋划那些小国，偏偏针对兵强国富的楚国，还不是因为楚国形势不堪，自取其辱？你张仪行骗，竟责怪我们楚国的不是。楚国国君贪婪，与我秦国联姻，是为了贪图我大秦商於之地600里，数次讨要不成，企图联合齐国出兵伐秦。难道我秦国不该奋起反击吗？为王者厚德载道，臣妾恳求大王清除朝廷奸佞。寡人用人以德为本，满朝文武以忠为纲，何来的奸佞？世人皆知那张仪乃是反复无常的奸佞小人，秦国以他为相，定让列国笑话我秦国小人当道。大胆！我大秦建国数百年，从不允许妇人干政。你不识大体，强闯大殿，辱骂重臣，顶撞寡人，哪里配得上一国之母的身份？大王，臣妾苦口婆心，良言相劝，只求大王清除枉昧，以振纲常。闭嘴！王后已经神志不清，来人，在。即刻送王后回宫，面壁思过。大王，王后身子重，大王，臣妾还有话。奴婢送您回宫。大王，大王，臣妾还有话还没说完呢。王后，大王，王后，快叫太医！禀大王，王后的脉象时速时缓，太微不可有大碍？臣已让女医治为王后扎了几针，以稳胎象。从今日起，王后不可随意走动，不可操劳忧心，更不可情绪大喜大怒。你们可听到了？奴婢不敢有任何怠慢。既然王后养胎，不可操劳忧心，这后宫事务还是重新交还给魏夫人，让唐夫人协助着办理。是。王后需要静养，从今日起，后宫嫔妃们来向王后请安，只在门外，不得入内。王后没有寡人之令，不得离开交房殿，大门给我关好，免得闲人打扰王后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姐姐，大王！夫人重掌后宫，可喜可贺。恭喜夫人！不过是王后不能理事，少不得再辛苦我一些，也好为大王分忧解难，为各位姐妹操心吧。姐妹们一向体谅我的辛苦，如今也只是依照旧例办。各位姐妹，请坐吧。谢夫人。上茶。姐姐，这是我给你备的贺礼，恭喜姐姐。虽说王后不能立事，但是
王后的应签孟昭氏已经侍寝，按理说，这后宫设宴应该请她一起。姐姐说的有理，他们来不来是他们的面子，我们请不请是我们的本分，免得让人家以为我们这边分帮分派似的。我给魏夫人说了，可她说处女休想再翻身了。王后身边那几个应女被扫地出宫，那是迟早的事。不到最后尘埃落定，一切预言都为时过早。恭贺夫人重掌后宫。恭喜夫人。还不快把门关上！姑姑，外面在闹什么呢？今日风大，外面树叶被吹得哗哗的。珊瑚，去把窗子关上。是。王后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歇息吧。姑姑又何苦要骗我？宫里本来就是如此，攀高踩低的。别说那些嫔妃们，就是内侍婢子们，跟了得了势的主子，即可耀武扬威；跟了失了势的，马上抱怨连天。从小到大，我在储宫里看得多了，只是没想到会轮到我头上。王后别急，还有不到2个月，胎儿就足月了。只要您能生下一位小公子，这后宫还是你的。哪有那么容易？2个月足够宫里风云变化几回了。王儿落地前，大王若仍恼怒于我，就算这孩子生下来，也不会讨大王欢心。现在想想，芈月当日拦着我，也真是一片好心。芈月呢？她怎么没来看我？平日里我有什么事情，她都在我身边与我商量的。哦，也是。大王不让任何人进入交房殿，也把月妹妹挡在外头，这可怎么办啊？